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赛亚书第4章第2节到第6节，使徒行传第1章12节到17节，21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拣选。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当中，他一直在挑战犹太人的骄傲。犹太人他们之所以会骄傲，是因为他们以选民自居来骄傲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没有选民的生命。他们以为有律法的训练，有割礼就能够得救，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，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得救之道，也不是受拣选的人应该有的生命。上帝拣选犹太人是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可是非常可惜的是，他们完全是背道而驰，不但阻止别人蒙福，更是得罪了上帝。被拣选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以赛亚书第4章第2节到第6节，先知提到的那一些被拣选还活着的人，都会被分别为圣。时候快到，上主使这土地上的每株果树和每株植物都长得又高又美。以色列残存的人民都要因土地的出产而夸耀，而觉得光荣。每一个还活着，上帝所拣选留在耶路撒冷的人，都要被当作是圣洁的。主将凭着自己的力量审判这个国家，使他洁净。他要洁净耶路撒冷的罪过和在那里所流的血。那时在锡安山上，在大家聚集的地方，上主在白天用云彩遮盖他们，在夜里用烟火照耀他们。上帝的荣耀将遮盖保护全城，他的荣耀像帐篷的顶盖，张开起来就能够挡住白天的炎热，使这城成为避难所，躲避狂风暴雨。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被耶稣基督所拣选，然后来跟随他。但是后来却发生了犹大出卖耶稣基督而自杀。因此在耶稣基督死后升天以后呢，门徒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，等候圣灵的充满以及差遣。他们又透过推荐抽签选出一位被圣灵拣选的人成为使徒。使徒行传第1章12节到17节，21节到26节，记载了这个12位被拣选的使徒的情形。于是使徒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去。橄榄山离城约有1公里，他们进这城，上了他们住宿的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安德烈，腓力和多马，巴多罗买和马太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，激进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。他们常在一起同心祷告，当中也有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以及他的兄弟们。过了几天，有信徒的聚会，约有120人参加。彼得站起来说：“朋友们，圣灵借着大卫的口，在圣经上预言有犹大带人逮捕耶稣的事是必须实现的。”彼得接着说：“因此必须有另外一个人加入我们的行列，一起做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。这个人必须是当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出入时，从约翰施洗开始，就到耶稣被接升天为止那一段期间，始终跟我们在一起的人。”于是大家推选2个人，就是约瑟，
别号巴撒巴，又名尤士都和马提亚。他们祷告说：主啊，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心，求你指示我们，这2位当中哪一位是你所拣选的，来取代这使徒的职分。这职分犹大已经舍弃，到他该去的地方去了。说完这话，他们抽签，在2个名字当中抽出了马提亚，他就加入了11个使徒的行列。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。上帝啊，求你把公正教导君王，求你赐王子你的公义，这样他就可以以正义治理你的子民，以公道对待被压迫的穷苦人。愿全国享受太平，愿全民共尝正义，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，愿他救援贫乏无助的人，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。只要太阳照射，月亮发光，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。愿君王像雨下在草原上，像甘霖滋润大地。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，在有月亮的岁月国泰民安。愿上帝帮助我们成为被拣选的门徒，成为众多被拣选的使徒之一。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我们的呼召，并且热心的回应上帝的拣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